緊急插播一條關於深圳房地產大地震。一到周末，深圳各個口岸都係人山人海。據2024年港人入境記錄人數超過7700萬人，2025年上半年增長超過20%。都有市民話深圳食飯選擇多，價錢仲平過香港3-4成，超級抵值，而且服務態度超好。所以越嚟越多港人返嚟大陸呢邊消費同居住。深圳係全國最勁嘅城市，好多人都想響深圳置業居住。之前因為深圳樓價高嘅原因買唔起，同樣消費喺香港食omakase咧，人均都要去到2000蚊左右。咁原來喺大陸呢邊咧，300到500蚊就有得食啦。喺香港食自助餐都要去到7到8萬蚊，大陸呢邊咧講緊人均都係100蚊左右，已經有晒多種海鮮，仲可以唱埋 K 添。我哋依家打造深港家園計劃，推出零首期就可以上車嘅住宅單位，租金每個月6500蚊，樓下有3條地鐵線環繞，分別係12號線、15號同埋20號線，可以直達深圳灣、前海同埋福田。11月份跟我哋4季買樓，可以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。想了解詳細資料，評論區留言666，發詳細資料俾你。